狗狗變身食草怪，出街放狗，見到佢突然變成草食系，猛咁咬草，你可能會好敏感。咩事啊？其實狗狗食草係相當普遍嘅行為，背後有幾個原因。狗狗祖先係狼，佢哋間中會進食植物，以補充營養或者幫助消化，所以狗狗食草可能係源自天生嘅本能。有啲狗狗食草可能係因為個胃唔係幾舒服，想透過咀嚼同吞草吞葉去刺激胃部，幫自己嘔吐。有時狗狗食草可能係因為飲食中缺乏咗纖維，草同葉能夠補充部分嘅植物性纖維，幫佢哋嘅消化系統運作得更加暢順。主人要確保狗狗飲食均衡，避免營養缺乏而頻頻咬草啊！最後，有啲狗狗其實唔係因為身體有問題，只不過係覺得草好好玩，咬草係佢哋探索世界嘅方式之一，仲可以帶嚟味道同質感嘅新奇體驗添。有其他寵物題目想我哋講，留言啦！